大家好啊！我係 Dr. Sherman 風啊，又到咗接近10月初啦，就每年呢係諾貝爾就頒布啦。咁今年就係2025年呢，我特意想講講我自己嘅推算係醫學獎嘅。咁當然啦，我係繼續係 Professor Dennis Low 啦。咁原因係乜呢？咁樣，因為好多時呢 Lasker Award 呢都係被評為諾貝爾風向標。咁首先我講咩嘢 Lasker Award 咧，就係佢係1945年成立，去到2025年呢 so far 大概有86個得獎者啦，當中接近嚇20至25% 左右啦，咁就最終會獲得諾貝爾獎嘅。而 Lasker Award 咧，佢其中一個咧係叫做 Basic Medical Research。咁呢個獎如果獲得嘅係即係意思係獲得 Lasker Award 嘅醫學獎咧，就有接近50% 最終落得諾貝爾獎嘅，所以更加高嘅機率啊，差唔多1/2機會。咁好啦，咁所以點解我話咧係好好嘅風向標咯？咁而 Dennis Low 咧就我少少背景咧，咁佢早年咧喺劍橋大學攞啲個 basic medical 嘅 training。喺1990年喺牛津大學就 matriculation， 咁然後喺牛津大學從事臨床醫學嘅培訓，最後咧係繼續做研究啦，就喺 Department of Chemical Pathology， 咁喺研究期間獲得重大突破，咁最後就返咗嚟香港中文大學，而且好短時間咧已經成為 full professor 啦。咁近年大家都更加知道咧，已經成為新一屆嘅中文大學校長啦，咁樣。咁好啦，咁 next 有人會問咧，咁好啦，咁個機率都好高喎，1/2。如果係醫學嘅話，咁相差時間係幾多啊？咁如果係攞咗 Lasker Award， 最後攞諾貝爾，平均11年。大家聽落去，哇，都11年都幾長喎。但係1945至2025咧就平均11啦。咁我係專登 review 翻過去20年，咁其實個時間大約3至4年左右啦，即係 net behind。咁所以如果我冇記錯Professor Low 應該係2022年咧就攞 Lasker Award。咁如果係3年就今年嘅啦。咁如果係4年就下年咯。咁所以點解我會都睇好Professor Dennis Low， 就係個原因係咁樣。好，係咁多，再見，拜拜，希望如願。